係啊，各位聽眾，歡迎我嚟邊啲學緊嘅節目。今日咧，我哋特別嘉賓咧冇出現，就走去到歷史。最怕呢，我係一個不好聽不到我哋班長，佢就會不個計講我呢，所以我哋另外攞嚟嘉賓咧，咁咧一。做咩事我 start 要做 lock 這出戲咧？這出戲就是叫做老話。做咩事我咪講老話？個時呢，因為是這個班長貴做起嘅咯。一拍電話我冇老話嘛，別死，直拍來，跟住擺個老話，就計起先，我就 text message 佢，呢是SMS 佢，然後當然跟住我攞嚟嘅邊呢，就是海南嘅貝，歡迎。Hello。加大聲冇？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海南嘅貝。海南嘅貝破爛啦，唔是錯女啊。特別我個是錯男喎，跟住我係錯男是叫做大路驚。我是大路驚。大路，我係大路啊。你咪就邊咯？你咪就邊驚人用啊？我咪話名咯。哦，因為你咪邊人驚，話邊人驚佢世界家啦，聽邊人學嘅人嘅，你會計打波邊人驚。邊人驚，係啦，大路驚咯。你是大路，依家咪咪即係大路嘅，所以我講唔到，特別我就學緊話，所以就叫大路。大路驚大路驚歡迎嚟頭一擺嚟參加我節目。咁是啊。大路驚是大路入邊嚟。哇，大浪妹。大浪妹，唔是浪頭啊。有頭咩？我唔知喎。我唔知本，大浪講。然後個有你幾年幾歲？哇，年25咯。啊？你接高歲啊？大你？對啊。我仔幾歲？對面是30幾歲啊？你使破緊？30幾歲啊？會教我病歲啊？我意思係佢都淡薄。哦。淡薄嘅30幾歲啊？對面是。冇啦。20幾 ？OK 啦，接過啦。哎呀。先睇下，冇愛鬧嘅事啦。不，妹你到底聽到邊啲學嘅呢？哦，這是我個例嗬，一早就聽到今年我就聽到了，特別 in my share 出來，做咩事誒？我貴嘅，做咩事？我唔使我貴嘅，伊成個鼓棒直接我都聽呀。唔是，伊聽嗬，伊叫你來，你聽這物件，真正好笑，你放你啲經典嘅物件，我聽個哎呦，還沒來，我講，伊講我 podcast，我講 podcast 我未曉，不得嚟聽咯，我貴嘅啫，我講哦，然後早一禮拜是我嘅 colleague，伊聽到這物件，let's talk 伊 computer 嗬 ，share 去 server，所以我講貴公司人會曉。แล้วเขาว่าบอกว่า start เป็น DVD เขาว่าเป็นอยู่ว่าเกิดแล้วกุยนาเลยอันก็แล้วผีอ่ะ八千話對住我對邊陣時 solo 咪見，真正歡喜你講 promote，講啦 promote 都成間你加乜？哎呦死講出來，成間你加嘟誒 promote 啊，你俾佢哋 follow 嘟嘅上報啊，夠沒有上啊！我好年舊俾嘅嘛啲對，感謝你 solo， 他對邊陣 solo， 你睇到 camera 係冇 solo 當然。monitor 圖整了係數。有人要 solo， 有人8油嚟 solo 啊，數8油咯。我話咁乜都8油 ，OK 啦，點知你食屎最特別。那個衰啦，做乜叫我殺你？阿冷飛咯。各位聽講講就係咪算嘅只數8油？嗱，because 係佢平常時聽 podcast 嘅人。平時聽 podcast 嘅人唔就係講我啦 ，because 我是可能 live recording 是計看到camera 嘅即係 fit 嘅嘛，所以我會各位聽講解釋就唔是講人講被數啊，唔是數啊，冇咧數啊 virtually。誒，我就去聽嘅咧時，我要除 T-shirt， 我要除 T-shirt 除咧時，我唔是除到一條喂這裡。tank top 你食 singlet 呢？咁咪是情啊，落嚟樓價咯。你有事簡單啦，自己講我8要係啊。冇啦，你 online 嗰啲唔使個 Q call 啦 ，Q 三。哦 Q 三啦，我 call 個樓。OK， 咪講啦。企起來轉一讓，俾我瞄住，我瞄住我把哎呀，呢條路呀。我企起來望到一人向來看。啊。知道。嗱，你看，看到我不到。
哎呀，洗目睭啊，日條，係咪嘅？條日條係洗目睭。啊啦，特別嘅，特別冇啦，都好我係你啊，當今我哋你頂住，未爭我哋辦事唔是中秋啊，咪是都好串啊，你搖畫咯，搖畫係即係你嚟洗目睭啊。OK，但係接落去講咧，話第時咪講話白搖啊事。咱这个礼拜呢，我第一次被讲班长贵告诉我，讲听成自己是呢班长贵咧，就嚟正美國做工啊嘛。呢一時我就係我電話咧，就拍電話，我咧冇我拍下醫生，我拍一度講一道嘅事咧，自己是呢，我啲 practice 有唱過 rehearsal 嘅時候 ，because 定住我去表演嘛，所以 rehearsal 是一半時，一放嚟啊，放嚟一個冇留 message 喎，直頭放緊這擺，唔使白擺，是幾擺啫，直接拍嚟一對，你冇留 message 喎，你就杜爛咯。我都寄 message 給佢講咯，我佢講誒，不當嗰時不，我唔寄 message 時呢一般咩 ，because 伊到啲定之時到啲 LA 嘛，但搬啦，特別搬嚟你八日有路所在教我差唔多2點先誒，你伊到過去伊到拍電話我就我阿妹就2點幾啫。拍電話是我有啲困嘅，所以馬上早起時我就寄 message 講，你忙別記哈，我這邊嘅 time zone 是2點快2點正啊，所以那時你寄 message 嚟，你發電話嚟是 make sure 你就係講我正時幾點正，你個下不單那時你拍 message 我那時你我冇聽電話，就是講我冇應嘅時候我冇應，講你邊留 message 我就留 message 我咪是拍電話就對下你咯，你即係冇留 message 我講做咩事啊？真正馬來西亞人係拍電話冇留 message 我，定住對起馬來西亞時候自己嘅時候 set up my voicemail 嘅時候。真正冇留 message 拍嚟一時斷氣，我唔知係住喎。你冇留 message 話咧，我問你真係住，我唔知你拍我做咩啊？係咪你講？講就快啦，幾關情啊！就日本佬一腔掉啦，幾關情。你下，當見我即係咩梅朗看啦，各位聽講，邊啲學見嚟聽講。但是當你講嚟講咧，其實 forum 我唔是 forum 啊，我係即係comment 嚟講話。做咩事啊？我要做 poll 咧，我要做到啲期，我係即係 Ustream 去做 poll。我咪話最是有留 message，那是你 phone 行 ，Do you leave voice message？ 我咪叮當叮自己幫住超險險，就司機無論多早去阿妹攞偷手偷靠。OK，我當 start 你 poll 啦，那是講啷當幾人嚇，30幾人去你 live feed 你一邊一啲嘢，你看到我就呢個，即一啲差唔多一隻 tick mark 嘅，一隻 tick mark 嘅，你去寫看你有留 message 哦，我俾看下到一個人到底有留 message， 一個人冇留 message， 跟我講下 ，because 係俾當我真係馬來西亞嘅 friend 本上嚇，拍電話你係冇留 message， 直接拍到嚟，我時我冇聽嚟講你表理由啦。咁買留 message 做價，哎呦 ，OK，嗱，大概我每看我係特別嘅邊嚟講嘅，點知海南嘅邊，伊講嘅伊講嚟理由本真係有理由啦，伊講嘅觀音，唔是觀音啊，唔是佛教嘛，觀音 ，OK。嗱，可能嘅老子有講就係食，咧係林嘅邊講話做咩事？你講咧，你有留 message 冇留 message？卡姐啦，卡姐 in general， 你無啦，你都夾把就嗰象徵啦。冇 handphone 嘅我冇留嘅，那是喺你厝嘅啊，我都留啦。哦 ，handphone 有咩冇留咧？因為真濟人冇聽，你留啊聊你累呢，你知喲。我聊累，做咩事聊累呢？因為我留去伊，我冇解講話了，我過來聊累啊。你留 message 哦，特別，有時講隻人冇聽，一個冇聽咧，然後唔是到你聊話你我表 send SMS 或一個會看到伊嘅 reply 話，即係伊冇聽嘅。對，我明白即係理由啦，特別即係班長佢冇 send SMS 話，即係班長佢冇 contact 電話喎。那是伊有 contact 電話，你想佢每塊做咩事啊？伊嘅理由哈，特別當我拍電話去伊電話佢拍未通啊，所以冇發咧咯，所以咱家己講嘅啦，咱到底後尾講嘅臭啊。一般掌櫃啊臭會大嘅，佢講。一般掌櫃啊鹹咩唔是定嘅啊。OK，แล้ว一部你講下，你講那是你諗拍電話到馬來西亞啦，那是講一直接通知佢 voicemail 裏面嘅嚇，伊到掉 chatbot 啊。上面唔使舉例啊！怎麼好 ？OK，嘅時候你留 voice message 嘅話啦，我到對愛去聽下，我關掉背，哦，我知你有啥物啊？你有就是減攝。
鹹濕，你就是這個，你在買老 voice，特別都係美國啦，特別但是你係美國咧，當特別在冇插你拍好啊，是我拍你，冇是條路嘛，所以佢你有個淡薄冇咩想，淡薄咧 SMS 嗰個拍電話較辦幾個 SMS 嘅，所以一突發一部 SMS 我就係呢鹹濕嘛，แล้ว如果 if let's say 我看到你 miss call 嘛，then 如果有 because 有時你 call 嗬，伊有接 voicemail 咧，甲濟人一頭冚誒，冚啊嗬，了伊達條達條實咧先我拍你，我接 voicemail 我冚起啦嚇，拍人嚇。你冚，了你冚起啊嗬，伊個我個有收到 miss call 咯，然後我個收到一個 message from 佢哋 voicemail box，嗰度一個 message 到 voicemail 嘅喂。But then 咧我無愛去 phone，if 是我啦，我無愛 call back 去佢哋 voicemail 度聽嚟 message 咯，我根本一頭 call 你嘛，所以你有通講我個唔通講喎。有呢個聲類。唔是 send 類。哦 SMS 啊。if let's say 你 leave voicemail 我啦，我接去聽啊，嗬，了我係聽到你講嘅嘛，我未甲你講嘛，了我個聊類嘛，了我個係 call back 你，我咪是聊腦豆類咯。咁時我就是講，諗別人拍電話，唔係先拍電話 handphone 顧慮啊，一分鐘。我估唔知啊，好像。I think 那是你拍上隻 network 嘅夾辦機嚇。呢個夾辦機。上隻 network 夾辦機。我頂住對有咩啊？未記啊，揾食咩咩揾食。哦嚇，啲嘟啦。我頂住對是用啲嘟嚟成個事，是啲嘟咯，揾食嘅依個招牌。我看到你係一邊空一人嘅嘛。哦，係對，特別我冇啊，我望 try 你等我冇啊，我係等我動嘢掛嘢，特別我唔是掛嘢啊，冇人用啊，我係八隻對邊兩件事我嗰度俾做過啊，我哋佢俾有佢私人 number，八隻我未看，當那時我對邊兩件事後啦 ，make sure 拍電話我是拍俾同事留 message 啊，我頭一行未見我 set 我 phone 對佢邊兩件事，because 頂到我特邊兩件事我冇 handphone 嘅嘛。只貴嘛 phone，一個無講留 message 咪幾頭啊無誒，頂到同馬來西亞時，然後來個美國嘅時間有嘅嘛，所以我特啲關係 O N 即係阿摩 style，特別我話曬有理由本啊，嗱是講你買留 message 叫為咗聊女嘅事，誒你所個明白你就冇啊同佢班長講哈，特別班長講我假事啊，佢就係啊同佢，你講哎呀得，啊喺諗結尾，呀班長講佢講咩？你同我講咩啊？你話再同我講咩啊？講我寫好嘢啊，我寫好嘢啊。because 我下次咪講，我問你講你咩意思？我成梅女嘅嘛。But then 伊甲我講下一陣時，因為伊 call 你太晏嘛。迄一陣無關 voice message。voice message 嚇，特別我未，伊甲你講我未。我知道 send SMS 嘅講，誒，你在你嗱不單拍電話，我咧上部聽嚟講，你咪留 message。誒，我唔知啊 ，because 你真係做咩so annoying 就是我到底 practice 嘅時候 ，practice 唱歌嘅時候，我嗱 practice 但我直接 come in 就，I mean 我到底 silent 或 ring 特別一直拍接嚟，我哋攞嚟 call， 佢直接拍接嚟喎，真係正就定到我到底讀冊時讀冊時，你馬來西亞人隔離都成日看你哋係點冇鬧話 ，even 到啲美國咁上。OK， 當然我每隻咧初男就姓大陸啊，大陸驚，唔是大陸驚，我你有鬧話是冇鬧話？哇，我沒鬧話，你面鬧話？係咪事？你冇 handphone 咧？應該好，我唔是，我係朋友個了吼，後我冚個了去。係咪冚？我冚掉一兩個 voicemail 個了去。點算咧？按照你冚一樣嘅 voicemail 咧？應該只到就只到啦，一兩吼。冇晒啦，留 message 冇係咪冇聲嘅？應該一兩個係冇聽嘅。那 phone 嘢嚇，都一聲我就撩女啊嘛。佢講幾句話，嗰時冇 phone 嗰啲後話啊嘛。特別我講，我就聽到。sorry，你講啦，你都係聽到人接 message 咧。嚇，我就冚電話了。然後咧，然後嘅時，我就解電話嚟，green。你是
到底成個參一病，因為是你上嘅，但我見到就實在可以冚嘅，voice mail 嚟啊！我特別怕佢哋人，你聽到然後佢冚面。佢到底你是冇 call back，我講佢係做咩？你佢係都冇聽แล้ว對，聽然後愛lui，特別講個 better 特別唔是成個你特別嘅 set up 咩？因為我是 automatic set up 係啊，我係嚟 keyword 但 some extra 啊，แล้ว something number 都 key 啊，呢都是冚面啊。不過就係你唔是特別嘅 set up voicemail 咩？你話你 set up 你是？voicemail original 嚟是已經有咧，但係你冇有嘅，是講按照去冚面啊。哦，特別有人根本冇落一個嘅 outgoing message 俾你嘛，一部實講 hello，這裡是阿咪姑 John 哈，那是你話咩話咧？係咪鬧我聽啊？我聽到對嘅是，我係叫我唔知啊，頂落係鬧只係叫，頂到我對佢自己嘅是我鬧 message 嘛，我實是鬧學電話啊，不過鬧阿毛咧，because 我講白人跑，我叫白人跑啊，唔係。有你人看到我就不出不抓咧嚇，我唔係講是一句啊，有你唔是一人咧，有幾個人看到我就啲不抓出不出的 star 嘛，咧是人到咗好，不是特啲 KR 人看到嘛，然後一去個 website 咧是拍電腦好啊，特別唔要講好緊話啦，講緊啲呢些，特別是看到我 end 到咧就拍電話，你看到我把油啊拍電話好啊嘛，但把油貴啊一件。了這裡你諗下，所以你注意 ，OK，等我報告看到底咧，而家你少人呢，而家10幾人咧呢，攞30人，咁咪去第咧攞那時到底錄講去看到，你 live feed 嚟下正第位看到話就你記掉，咁咪做咧 poll 就是 question 問你看你留 message 冇留 message，那一晚呢是我個 expose 講下你聽看為Migu can design some funny voicemail。係啦，嗬！我講聽，我把只做你 voicemail，把只你留我 voicemail 是我落下你咩？你試樣邊啊？你咪得留嘛？你留 message 話，你咪試啊？唔留 message 我咪解就咪龜跑啊嚇！你問撳攝嗎？你 voice message 啊？掉你都別講問撳攝，講話都跟他笑到嘢啊！你話咩？跟他笑到嘢啊嚇！你喺度睇緊咩？琴日嘅劇。有啊，頂陣時唔知阿多啊，是做好啊，做這咧 ringtone 咧時候，咪笑啊嘛。我幾年人問我咧，就幾年人問我講，你笑我到底哈？我當然到底有你 chat 邊嚟，不邊 chat 位啊 Facebook 嚇，邊 chat 位啊，有靠咩？所以嗰時攞吹到我就邊 chat 位咁樣 at 啊，一個邊人學見你有隻 group 啊，就頂住站名先，我站落名先，我佢度60幾人參加咯。แล้วก็อูเหรอไอ้ตาพี่เล่น ringtone เนาะเล่น callback ringtone นะ應該做一條先ฮะไอ้สักกี่แอดเลยอ่ะcaller ringtone 喎 caller ringtone 你唔係特別叫你公司做嘅咩？誰講人款係是人款嘛？不，你是人款和路嘅是南邊嘅嚇。係是呀嚇。啷佢 regress 咧啲嘟咧。你俾隔啲都 communicate 成一下介紹兩個字嚟連頓。係啦，兩個字好嗬，咩我扮件蘿蔔都好啊，蘿蔔啊。講緊啲都有周杰倫嘅嘛？哦，周杰倫嘅。嗯。哦，大家講你繼續變咪咕嘅，咱講得咪咕啫。我講聽啊，我頂住時候，這幾人我嘅笑聲是真正 controversial 嚟咋，因為啊，落 either 是有人寫只老兄，即聽到我笑聲真正別大喊嘅，我冇插你啦，你嘛免聽咯，我冇人逼你聽啊，冇嘅前幾啊，你話死人邊，你是有個人咧，都聽到我笑是成個我招牌啦嘛。所以頂住時有一個人寫來問我講，冇講我到底邊咧學件事，講我講冇一個好的，講你笑聲，你假啊，都假笑啊，講我是。特別我尋日死我冇講起我唔係，你是你個一到時到底我面赤位咯，面赤我只字啦，但是講我俾講學你聽，但是講一個聽得掉啦，係一件超級壞，你那是個聽得掉啦。都在意是自敗咧，冇得掉嘅人講。唔是 actually 冇，唔使講係只意思，唔知點知自己講嘅阿拉伯做，人在人交邊嘅上面鋪阿蘭巴，就變得別嘅。
特別唔要緊，係你私人鬼嚇，我唔知是gì。那是如果聽到嚇，你問到啲你 comment 有呀，是老 message 上面嘅講你啊咩抄笨蛋啊，死啊咩啦，叫啊，恁爸冇驚咯。哈，恁爸冇驚，你問下啊！我同你講，我正正正兄弟姊妹，而家自己攞邊電過咯，你問我笑。我係記阿拉伯講咩啊？嚇，自閉變能焦頭啊！是啊，差唔多你可能，你一句個話喺上翻上面，一句個話這樣講得出來個。有時特別我是教我講啦，我係講要叫我恁爸笨蛋啊！哈，恁爸咧你是冇成功嘅咯，教你講。笨蛋擺跨過又擺隻白卡多看。OK， 傻啦，等講句就傻啦。你講到啲老 message 面嘅。我俾報告看正哎呦死！我報告特媽叫人做你報咧，後頭正日啲做報啦，等較濟人啊，等佢執你人做啊。我講聽 report 聽啊，咱準備載幾人留 message， 6個人留 message， 10你無留啊，但係是個差唔多 majority 啦，佢就一半人無留 message 啦。OK， 我我等 stop 一波啦，我等要 start 一新嘅波哈，是俾每看最有 set up，就 record your own outgoing voice message 啊！你在條個記錄嘅嘛？你在成日講this is 咩骨頭。免落邊有嘅嘛？我知啦，免落木啦，特別未看就有落嘛。多少買多少。那是講你有落嚟講啊！那是講你有落個記 message 咧，你較就是有聽你 message 你講掉。但是你有心情去自己留自己 message 嚟講係，你應該是要去 set 你 voice message 成個話嚟啦。我對住時候，我頭先後面叫就是 set up 個 voice message 留 record 個 voice message。有第二咧，但是講你冇留你自己嘅 message 係啊 ，The party you are calling cannot be reached. Please leave a message for number 602455321，可能讀是唔是？你在 event message 上所謂嚇，咪你先。就是怎麼差唔多上我怎麼 call，怎麼係是啊？嚇，雜寶嘅先。The party you're calling cannot be reached 上面啫。講咩？唔講咩 ？The number you're calling cannot be reached. Please leave。不，安怎要講嘅 voice message 咯，直接在。等下我 try。OK， 記啦。你綁 speakerphone 咧，係到你買咗。特別 make sure 電話一講無咧，電話是咁咩 Q 走啊就，冇可能制㗎，佢世界人制㗎都拍後冷嘅電話。OK， 咱聽下看啊，咱聽下老外佢哋講係咩？即係海南雞背短啲拍掉咧，去看看。反正我 call 名伊咪聽電話。但係你嘅 one of 人嘅 group 嘅人啊，但是你知啊，你叫別人聽咯。OK。你當佢海南雞背 try phone， 我當講就話你隻 phone 好似有。兩講聲。我講聲。你 call 掉時間旁聽，喂，記是咩啊？等陣要即刻按咕咕講 ，You have reached 8621553。Please leave your message after the beep。Yes，是新加坡嘅，我係檳城嘅。檳城係台灣台灣。Kau pernah wajah wai kau kau nomor yang Anda dial tiada dalam perkhidmatan. Wah, ini setui ya, ini setui ya. Nomor yang Anda dial tidak dalam perkhidmatan. Sila coba lagi. Tut. Okay, 但是這個小驚個跑啊 The person you call is out of service. Please call again. 我是諗 message 啊，這裡是一電話 out of service 啦。哦，是啊，即係一叫佢朋友唔能聽得話，喺諗幾杯。你唔能聽得話啫。我 hang up 電話都 OK 嘅嘛，對聽到嘅。我睇看人睇，我俾做。Hello, testing 1 2 3 4. Hello. 係林記啊，喂叫你 call 嘅係林記背。OK，
就是 ringtone callback ringtone。不 on call 咧，人嘅ringtone 嚟。Get question. Hello. The person you called is unavailable.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beep. 啊，上咯，聽到上咯，聽到睇到，你是講 number 係咪 number ？The the number you the call, person you're calling the person you're calling the person you're unavailable. calling is not available.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beep. Yeah. 我當然聽到你很屌聽，陣佢聽到我 robot 嘅聲。當聽到 robot 嘅聲係嘛？當聽到係佢特別嘅邊聽唔到特別。The number you're calling 等陣啊，咩？係你嚟啊？嗬，咩嚟就是班長鬼嚟啊，班長鬼乜就佢 online 咩？ call call Skype，咦，Skype 咩咩？特別個 start offline 去喎，I think so look call handphone，因為特買IM 我冇看到，哦，等我 look call call handphone 嘛。 The number you're dialing is the person you're dialing is still asleep.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Thank you. 等我我睇到喺小卡邊。 Trying to call is not reachable. What do you mean it's not reachable? 6180. Maybe 我喺台灣 number here because 一部大 L 一部大 L 啊，當今唔可能換一部上 number。特別 offline 啊喎，等我看要多 MSN。嗰部多 MSN。看下，哦，這就是阿玲，阿玲要裝一下阿玲，阿玲，等我放阿玲班長鬼誒，哦，我看到一個出來這一老 message 我冇看到呢個看到 call me，你識 call me 喎？那一 call me 都冇，你都冇 online，那都冇 online。等我看冇看到 online，等我放落阿玲啫。我放落阿玲啊，阿玲我等放到啊，阿玲你問come here 咧 Ustream 啊 ，feed 啊，哎呀，就是講 Skype delay，我唔知係咪 problem 啦，下底接佢講，了等我到你直接 long 去做 long 落 can， 做啊，你 poll 你 question to answer，馬路一個人 yes。Hello， 阿玲啊，阿玲，喂。你仲未叫我爬呢路啊？講滿條流壞。係咯。講我聽你係咪告訴？等陣講啊 before 你講嘅時，我不叫各位聽眾啊，當那時到底聽得很掉，當佢錄音很掉，當佢這邊一啲，可能我家裏見哦 ，around 這邊 area 有一個 check mark 嘅 tick mark 嘅呀，你去訂啫，你去訂咧時，你對去做你 poll answer 你 question 就行，你講我就係講你就只一人去做啊，唔講是冇人去做，琴日讓各位聽眾，琴日做讓30幾人，琴日做，琴日冇。冇啊，同乜吹冇佢哋播。哦，你當然吹掉未？咪你看到。哈 ，OK， 講法咧，的哈，你阿玲，你會告訴啥物？我講嘅 recently 特別講伊家己有嘅留 voice 面同路嘅 service 哦。那是你拍電話去俾個 survey 去吹 service 係啥物事？讓無人聽嘅事啦。冇，唔是，講叫佢厝，佢厝嘅人哦，佢厝嘅了 house phone 嚟啊。哦，一直 free 啊。厝。It is free 所以嗬，I think free for few months 十幾個月，然後嗬，伊無夠講嘅佢就有一直頭學路啊，然後款可能那時間冇插電話，伊就接 voice mail 咯。然後 voice mail 咧嗬，吉隻間冇留啊嘛，冇留 voice mail，然後有時嗬電話佢嘅處電話打呢啊，是伊間 phone 嚟講佢有 voice mail 啦，叫佢 phone 去電話機。然後問佢紅嘅嗬，你特擺無影注隻嗬，一注隻條嗬，啲電話打走個波司機聽，自己同佢講話。你學那講話講咩？我唔知我 cancel 而家。Some kind like you have few messages leave，แล้วอีก講幾點嚟講？特別好，normally 我8人一日聽，講唔制講乜物件，嘅冚呀。哦，伊是電話拍來，咁你講個錄 message 啊？啊，對 recording 嘅喎。哦，誒，讓我當佢直接有。
OK，我冇啊，唔到我 cancel 佢啊喎。哦，你使 cancel 嚇？我 picture 緊我phone去就係講 I want to cancel this service。哦，你講 OK，your service has been cancelled。嘟呢？誒，攞去冇啦，到底冇嘢。攞去定到時要一個即個我唔知諗拍，唔知是幾號啊？一控5字嘅，前面一拍電話，一講一電話一點聲啊！我知。而家咩啊？我電話做咗條。tepat pukul 10. Teo. 56 minit tutup 36 saat. 喂，但是成個阿你嘅你可能有電話死火啊，歡喜是嚇啊不，lagi喂不，真係嘅啦，呢，tepat nada bunyi, bukan ni, anjir kau ah? Bila dengan bunyi. Oh, bila dengan si meh? Bila nada bunyi, nada, kau nada. Bila nada bunyi, nada masih tuan mah. 你看過嚟睇。個 A 咩當劍？我睇下。Bila nada bunyi, tepat pukul 10, 5 minit 22 saat.哎呀，死係 John 啊，這邊。我樓下 aircon 路啊，真係冇開 aircon。我梗係 John 這邊。係咪幾倍？我講緊冇啊，講緊冇。點我時佢講，waktu sekarang adalah 11.5 saat aneh kan ni. Boleh. 哦。哎呀，叫我 call 係是，即係直接叫我 calling 我隻 number 啊。誒，這是 Malaysia number，什麼 number？這係等嘅 number。唔是 Malaysia，唔是 Malaysia。哦，OK，我 phone 你。哎呦，這看啊，該係咩呀？係兄 at the contact， 等我下班張鬼。OK 啦，就我只亂咧咁 confuse 啊 ，confuse 啊，班長，我 confuse 啊，即等我會怕 ，OK， 等佢我怕班長鬼哈，是人就講，那叫，OK， 係通。班長鬼，喂，你我電話呀？唔是我電話，即係我平時電話係。你做你電話未通？我電話就是冇做 ATM 呢都識冇送啊！哎呦死啊啦！你得生卡拉地方冇你是貴你電話？哎呦死講錯！喂咩路啊？路好啊，了電話嚟 call 路。誒，你是特啲貴你金崩冇冇啊？是實在你厝冇呢？我全部因為我住位置喺 outskirt 我度講。哦，你特啲你古邊啊嚇？你個古邊啊困啊？古，我厝啊，愛行下前，嗰啲又真係奇怪，肯定冇 building 冇咩真係奇怪。沙班係呐？但係整厝多間我唔係一間厝10間房間啊。嚇？10間房間啊？你特啲 mention 呀？做八啲。我按照講。呢是沙鎮樓嘅，按照講佢個經啊，正棍30經，佢落嚟有電梯啊？係冇電梯啦。OK。貴陽大邊。啊，即怎麼講話是住誒？阿玲啊？我唔係貴陽大邊。貴陽大啊？貴陽大呢？就我10幾人啊。10幾人大啊？哦。你講明嘅。即係攞10間房間，10幾人大住寬仔經。我唔介意，我都喺地址先啊。唔制，特別你冇啦，你冇寬仔經啊。好啦，其實講起。你 position 一個人都攤寬房經嚇。就是咯。我明聽啊。那邊後面10點啊嘛掉。掉咯，是單路啊你。係點解有啲我哋邊實我是10點嘅實嚟我梗係。你不要跟你朋友電話跑啊。我掉啲開了，我等我問家琴日講你 phone 嚟。sorry。係咪？見 ？OK， 但我話講啊，你冇一地好嘛，真係是。所以當叫我俾梅佬啦，誒，你處 internet 咯，你上卡啦。哇。
有啊有啊，internet。你處 internet 啦，你都不要 online 咩？得嘛？我 online 我直接甲人講話 online 我有寫 message 錯，睇人家半一部快我 send 好點樣？我看到後尾時看到咧是特別你個斷去誒。冇我冇對機，我 online 我甲人講話 online 冇對機，我只結。Because 我上尾 follow 啊嘛，誒你差唔多未做緊啊，老死都我啊。就是咯，我啲嘢我試下試下咧做緊了。哦，OK，佢講嘢。我慢慢同你講，你講我聽，我講你聽，就頂住是話你做咩事冇留 message 拍嚟一擺？因為嗰住覺得唔使咯，諗點樣諗時翻嘛。唔要叫我講啊，頂住我同我較早講啊，揀人撳攝嘅嘛，所以你講，你就去講。關事人啫嚇。我感覺留位嗰啲嗰條路。第二，我有時我變咗兩時，反正我也冇去聽，我人留嘅 voice message 都斷掉。就咱有時咱有時人urgent 唔係 iPhone 可以，咱留 voice message 呢個冇聽啊，所以變嘅。urgent 什麼意思？嚇 ？urgent 什麼意思？urgent 學緊話。有點啊 urgent 嘅事啊，點啊 urgent 什麼意思？哦 urgent 就是成個都有真正有 urgent 嘅事。即係要緊嘅事，要緊嘅事。哈，了，你特別留 message 係啷個部聽啊？就是咯，我就是留 message 咯，我你乜時候冇留 message 咯？我就 iPhone 加你接我電話，哎，小驚講 urgent 是只急嘅事。就是急啦，你是冇了解過，真係我哋媽我冇留過，所以說因為我就是聽你說，我聽你講你啊。咁咪說你Blue Film 啊，Blue Film 嚇。就是我到 internet 就是聽10分鐘就對了，就是 iPhone 我都唔會做睇你大字因為我到 office 入邊我辦行聽嘛，我就10分鐘對了，我咪冇面嘅。剛剛到 office 辦人聽 Blue Film。冇啲字也比較跳呢。係啦，跳潮的啦。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ตองกิมแล้วไปมีดูไม่ได้ slaps จะ slap ว่าแล้วก็โอเคแล้วเอาไว้สิก็จะต้องสิลูกพัฒนาว่าจะเอาไม่สวยสามีทำไม่ก็สวยไม่สาจะไอ้กันกองวันละฮะก็เสียวเหลี่ยมลิ้นแปะมาเสียวเหลี่ยมลิ้นแปะเนี่ยมาแล้วแต่ก็รู้สึกจะ message ไลน์จริงไอ้รู้สึกกำกับแม่ว่าเราเสียเลยแล้วรู้สึกว่าแม่รู้特別我講嘅你我是上個แม่รู้嘅啦特別而家喂อันนั้นรู้สึกไงว่ามา你รู้激心喎激心啦都唔使俾啲哦哎呦唔係叫我對住數或者嚟你對嘅話是我數咯係啦就是啦哎呀是 OK 你知我成日車嘛對啊แล้วแต่พี่ว่าก้องเนี่ยรู้แต่สวัสดีกับฮาลัมกิบอายุจอมแม่วะไอ้เราเก็บไปที่ก้องเนี่ยจะเดียวเองรู้แม่รู้แม่จะได้แค่แม่รู้แม่มาจากกู我講係咯，少一拍到我報名拍到我時候，你特別冇後尾就我個夾住 message 嚟講，我唔是咩料啦，我錯料呢。你個是喺度叫你講嘅。我每個因為我拍到我路，我講有特別頂住時候拍到我十幾打冇留 message，我就講喺度叫你講，你唔係唔講哦，你咩呀？解喎喺度叫，誒，咗啦，你就你記住咩啊？俾個處俾佢錄啦。我阿妹有去。我哋記住唔是錄，對電話係落嘅呀。喺諗叫俾對嘢呀？我喺諗叫俾對嘢。我個想要第個，真冇講話。我阿妹有去了下，我係這個 phone 喺度跌落嘅。我係落嘅回啦，未貴啦。我講到呢度禮拜我講要喺度 gym 啦，我講我哋個 gym 誒啱啱個 gym 啊講。我只啱我10點還是12點㗎？Oh shit！是我去見唔到，我拖唔到，係諗結半支去把你啫。我是11點12點還是個去嗰時我就看到你，我就去 locker room 嘅時我俾賺嘅嘛，然後看到嗰時我看到你 message 咪是 reply 咯。對對。OK，然後當今呢樣，我會每你但係我每一個 poll 啦。แล้วโอเคจะเลยบางอย่างก็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กันตอนนี้เราที่บีก่อนเราลุย voicemail set up อ่ะ
啊無啊，啊！叫你講叫我嘅手機掉掉 WiFi 先未使到嚟嘛？你冇人唔知拍電話就住人啊！你哋拍電話試下講啊 ，This is 班長貴。啊，對 Y modify Y 這裡啊，Y 這裡啊。This is 班長貴 ，please leave the voice message after the tone. Yeah. Please leave the voice message after I put sugar and peanut on top of it. 不是嘅，班長貴嘛？三數嘅。I some sugar.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I some the sugar. And subscribe 係咪叫下諗幾倍？講嘅咋個？啊 ，If you leave a message, I'll add jargon for you. 誒，班長哥，每日見只得一張嘅班長哥，你細地是大地去白開。快嗰個啊，對，係你是啊，我是愛家啲啊，你教嘅班長貴啊。哦，你邊配教？你啊，並非就是教嗰就少啦，並非教家無留位出場嘛。誒，等陣班長哥啊，下掉咗個家講啊，我嘈就十八年報嘅，講家庭，我嘅見就係報嘅。啊，班長哥，你叫大晚聽住，咱特地話講。咱們就做一個本來福建嘅聽講美國嘅 gathering 對啊，所以咱是各位聽講，特別咱老暖，特別唔要緊咱特別咱是嚇，咱個對做嘅，特別今年無明年啦，有可能明年990，我都俾佢打。 990啊，我諗講清。 sorry，我真講白年嘅時候，我會做一本來福建嘅美國嘅 gathering 啦，我會再看最是本來福建嘅聽講，我特啲美國嘅，但是咱最是嚟講 email 好話。email 好話了是email 同我講咱最幾人興趣，我實在看幾人興趣，咱們嘅organize，我再講在是大正嘅是嘛，樂沙咯，特啲 Boston 嘅樂沙。然後我嗰一個聽昨晚我做工時候，一個人走起來行，我特啲做工掉一半咋，伊走起來問我，講你是唔是你本來福建嘅阿 John？ 特啲一邊啊，特啲 Kansas City 咋喲？你有時我講下咯，是我呢個講嗰時就我在是就頂當時講我大厝差唔多成一區，我不計個 email 講嘅，伊大我問正本啊，即係伊都好來我做工為嘢時走嚟講啊。所以伊本是邊個學嘅人嚟聽講咯，你個你唔知豆瓜豆卜個調咯，豆瓜豆卜咪是邊個嘅，唔是邊個嚟，馬來西亞就聽邊個學嘅人嚟嘢啦。你個豆瓜豆卜誒，伊個豆瓜誒 boyfriend 啊，阿展咪是特啲馬來西亞嚟，所以嗰時我就聽啊，嗰就個啊，盧咯，蠻正貴咯，你個 KE 咯 ，KE 啊，喂老朋友 KE 特啲有誒，你個嗰就啊。嗰隻字傾噶啦，我就講特別講，嚇，即係白嚕嚕咯，白嚕嚕。喂，阿張，我哋講呢個話要過特別識嘛你咯。嚇，但係你識會 embassy，我係 ambassador 嚟。你是 ambassador 啊？啊，我諗做邊啲學嘅 ambassador。哦，嚇掉嚇，啷到要做邊啲學嘅 ambassador 嚇？啷邊啲學嘅 ambassador 特別夾住學咯，就 train on 咯就。對啦。叫，等陣特別叫一間 train on，大陸驚是往新嘅聽講，當然到啲我嚟唔是聽講，新啲改變。你伊大陸驚嗬，本係咪本 DVD 係咪你講啫？哦，本 DVD 去 MP3 人聽，打600幾集，唔止係啲600幾集。好死啊！你話你都半可能聽啊？嚇，半可能聽咯。muốn聽嗎？哦，有你諗冇 internet 嚟嗬？嚇，冇 internet 對。แล้วว่าก็นัก講下我係啲車嗬，我係抌咗肥幫啲車去聽啲車。哦，你看就厲害嘅。你聽聽到你其實吧，你講你朋友係你當初介紹你聽嘅。一部介紹我聽，一首我聽。你見。你講係啦，你聽即陣真正好聽咧，我就聽咯。了，一個講個了，OK，食住呢位啊。我未曉 ，OK，你食住呢位啊。你吹，另外一個你吹掉是你是幾時吹掉？你幾時自己吹掉是幾年前？唔係幾就幾月前？
我無係吹，我是定攞你拜時，我哋個力未當咧，一聽啲嗬，一台嘅 computer cut and paste 出來，係啲 server share 嘅啦，個啦 episode 出來，一八集啊，哦，你就是你當住我捌了，伊是買夾邊嚟。無一唔係，一直聽呢。我你計講我等於衰。當時緊做啦，呢係咁。嚇，就叫我喺諗記妹。摩多靈叫都可以。摩多靈講個邊點咩嚇？唔知啊，伊講嘢講這喎。哦，伊要講這老話本啊。OK 即班長哥話你去做工啊呐，因為調查住佢。會就1點到我會。你同話車1點鐘嘅夠啊？冇諗正，快脆我正。哇！你是坐股去還是坐車？坐咩？坐咩啊？坐咩？係咯。坐咩數卡吹？OK，我我就靠這裡摩多靈。你如果講過這裡就是咩咩？唔知啊。萬長龜。我老婆啊！你我真係，我真係。摩多靈達到啦，我冇看到嘢。摩多靈唔是叫摩多靈咩？叫摩多靈啊！係啊。人家會吹唔到 email 嘅，呢隻 JKLM 冇誒。哇！我讀看到伊。呢隻 JKLM 呢頭整有你奇怪晒件毛可能，咁真不對啊！摩多靈達到。都冇 at 過伊啊？未必有嗎？等我 try 下，攞個結果或者先。摩多靈是唔是一條燈籠字咩膠啊毛啊咩骨頭？是唔是？伊間啊，係你是摩多靈數。你摩多靈數啊？是咯，你冇問你仔名咩？伊有改名。冇，伊係摩多靈。你有冇看到摩多靈嘅啊？你記。我看伊 message， 你記夾隻 message 係嘛？你夾隻 I 唔係你 message 係嘛？你有時，OK， 但係咱講咪講個去這股這咩去啊？咱講老做緊啦。老話對，你可以 set up 你 message， 但我會報告互人聽看啦，往正往嘅現場嘅聽講啦，那是去做 poll 啦 ，last minute 人係咪去做啊？你看到我見家裡手會見嘅底，邊個一個 check mark 嘅底去訂隻，你睇做隻 poll answer 隻 question，每你看就 set up 你個嘅 voicemail， 就串開呢大聲嚇，班長貴，你問佢聽啊？你開糖啊？係我聽到噗咧。那是正那是有一隻嘛，你去訂隻，是你 answer 啲 question 就有自己錄，用你自己聲嚟錄你 voicemail 咧。成日講this is Miku John.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beep. Thank you. Beep 呢？我看到就講咧，然後那是。有講嘅人咧，佢哋做嗱，我當然去做啊，較濟人去做啊。我就講咧，都濟人去做啊，佢哋那是你做啲錄講去聽咧，就是咁樣去做啲 post 嚇。不過那是講我咪聽 live 嘅 show 咧，嚇，你使去 bookmark 嘅錄講嘅 address 起來，你我不只是幫到啲我嘅 website 嚟啦嚇。班長嗰啲講話，咱頭天會講咩？未啦，冇呢個podcast有。你計講好緊話係啊？冇叫話啦，講咩嘢邊話，我唔知啊。你竟講哪句話？竟講哪句話？我啲依唔是正人，依是中國人嚟。我知啦，佢見你幾講話幾講樣在咪咕就沒有唔知咯。唔知啦，咪咕點啊？咪咕喺度講烏龜。你樣講鄧人話是講咩話誒？學住啊！學住話啊！你計講見啊每下見學住話是唔是你一部機量嘅時候？是啊，你是新年話sorry。你啊，佢講過，佢講佢啲提示真好，我當話就去做緊佢講。乜嘢？佢講不，你佢講一樣 outgoing message 講咩？每下 set up voicemail 每。你是我計講唔是講學住話，我計講是講唔好啊。你話計講咯，你計講咯，你每下。講過學住話。嚇，你有時你每下要 set up voicemail 聲，嗱是講有嚟講你每下要 voicemail 時，然後嗱是講用學住話講緊就講。係咪妹？
網上幾條講。我都講嘢，我批掉我嘅事，我唔得問。OK，你繼放應叫我繼講。嚇？你繼講我這是 radio show 成啊，冇唔制。OK，你嚟講下。你繼講我這是 radio show 成啦，冇。Friend. Hello. Hello. Hello, you're on a radio show. I'm on the radio. Yeah, I want to ask you, do you have a do you set up voicemail on your phone, on your handphone, on your cell phone? Okay. Do you set up voicemail for yourself? I could set a voicemail. No, what do you speak? Can you speak in your native tongue, your native language, which is yeah? Can you say like how do you say it? Like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beep, but in your native tongue. In my native tongue. Yeah, can you say that for us? Please. Please leave your message after the beep. Yeah, but not in English. In What is your own dialect? What do you speak? What language or dialect do you What speak? dialect? Yeah, I speak Fujianese. Fujianese. Can you say it in Fujianese?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beep. Thank you. Beep. Okay. Huh. I don't know how you say that. To be honest, I don't know how you say that. You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No, to be honest, I don't know how you say that. Really? Make it up. Yeah. Make it up. Do you not use a? Make it up? Yeah. Well, you're from China, right? I'm from mainland China. Yeah. Do you live? I grew up. Yeah. But you grew up here? Yeah. Oh, no wonder you suck. Yeah. I mean, not suck, but suck as in because you don't grow up using a mobile phone in China. That's right. That's why you don't know. Yeah. What about your other friends? Do you have other friends in the car? Yeah. Hold on. Maybe this guy can help you. Hold on. Yeah. Okay. 等我聽學住我鬧我啊！你講咩？你依個把你朋友呢？一隻 can 是到底比較大漢呢？係啦，點啊？ BBC 嚟嗬。哎呀，把條針波嚟，咩？我被吹隻隻整嘅。有整嘢整下。我本來是想按照from English to translate to Fujianese language. I like. 成日都講學緊我時候，誒，這是阿 John 哈，那是你這蛋一隻刀，一隻是老講啦，我咪話使講我聽，你可能嚇，你講咗講嘢講好似話。哇 ，Mandarin 呢 ？Mandarin？ anh cho講啊 Mandarin， 直有講得啦喂。哇！阿玲講。我的電話咪咪使嘅。你說的電話暫時沒法接通，請留言。請在多一聲之後要跟我講有什麼話講嗎？一聲之後，你不要留下你所要說的話吧。你不要講什麼，跟你講。這是留言信箱，請聽到多一聲，請留下留言。哦，哇，你搞講啊！你不留言的話，我啪你啊！我破你还知道我跟你讲哈，请稍后再播哦，这是讲完摊，但我会做出这些，请稍后再播。稍後再播是，冇啦，迄個唔是，迄個是。那是怕沒通誒。這是你個 message，你會講的是啊，我是哈，主人啊，你現在哈，我現在沒有空啊。現在不能聽電話啊！我現在冇影啊！你快點留 message 給我，等下我打給你啊！你不要撳什麼 ？OK 留。對，你要講哦，你叫你中國嘅人同你講啊。啊，中國啊，哎呀。你講用英話講啊？用英話講啦，即係成個到底用 handphone 時人拍下嘅時候，要 outgoing message 係安怎嘅？我俾聽。你咁講嘅話。嗯，家鄉嘅話，我明啦，你寫阿偉輝你要學嘅話講句哦，唔係冇可能嘛你哦。安怎冇誒？有啦，有學嘅話講嘅咩？係嘛？你冇聽過啊？你喂，頂到邊咧學嘅有一個 voicemail 是用學嘅話講嘅咯。大嘅快時我咪都冇嘅，我咪都做極掉，咁我做極好啲嘅，我家到啲卡路啲。啊對。你未使講做激嘛？你特擺bằng晒咩？你就冇影就是放晒嘅咩？
Hello，阿 John 做機唔是嗰條笨西嘛？我點解而家叫做機嘅？啊是啊，你是兩行的咯，做嘅嘅是幫曬，然後你有幫咧啊。我想到那些阿斗現在個邊做吼，死個都胡子話。這不是，這不是。我應啦，正上擺掉啦，跟你個拍來啊！啊，到掉，哎呦死我幾點寫，當然落小股啊！咱幾點寫，不記得慢半點正，但是 OK 差唔多要小山了。แล้วก็จุดๆ哎，波多林我冇拍電話，依個等陣，我把你個 add in 啊，等陣，我到。阿咗啊，阿咗。哈。阿咗，我差唔多我 agree 了啊。啊 OK， 我成啊。啊 OK，bye，我即個拍個句哈，bye。拜拜。OK，但我琴日就往而家拍冇多林，冇多林。啊，美國看未到，你我冇 add 過，你先你名咧咩？冇啊，估啊嘛。做冇錄嘅啊，特別 OK 講下睇你 message voicemail 嘅事係咪？係咪告訴講？嚇。古早我拔摩托零數嘅時候，我記得電話點聲事啊。嚇。然後考伊時點聲事，然後伊安怎啊？就伊 voicemail。嚇。伊 voicemail。I'm fucking I'm busy，有咩喊你物件喺度？I call you later，喊你我點聽你啱咩說喊你 voicemail 喲。我咪叫摩托零所講啊，摩托零所舊呢度上件處啊，是冇上。上處嗰邊應該冇影了啊。冇影了，你不知是特別叫我講做咩事啫？呢個結落嘅啊，是別人來嘅。冇啦，我唔知安怎來嘅，伊講伊朋友似嘅是咩事鬼嘅雞蛋嘅。哦，佢哋成個資料啊，照個搭波超啊。對咯，你是搭波先還是搭波先啊？搭波先啊。搭波激搭波先還是搭波是做搭波先啊？冇啊，伊曉曉先啊。哦。是成個你大佬呢啦，佢叫 set up 你朋友 voicemail 㗎啦。我剛講那是你唔 set up 你 voicemail 嚟講下你朋友㗎啦，佢 set up 可以。我講聽那是你看你自己朋友，但係冇 set up 㗎啦，佢做成個摩托零數嘅 number 咧。我冇影嗰啲正三擺掉。當然冇啊，我先 number 冇啦。真係是你看你朋友直接冇聽 message 後，你去做正三擺嘅 message 留可以。阿波都是幫嘅呢。你係要死，就鬼嘅，別說誒，頂住講咩？落你潮嘅聲，幫伊 voicemail 會使係咪哦？會使，頂住是嘛？頂住是啊，鬼嘅，唔知你鬼嘅，譬如說後尾呢係我唔是潮咩？潮啥鬼嘅你睇你啊？啊，那係喺入面貼，特別頂到阿德，我是有做過啊，阿德有做咧，一做阿德做嘅嗰個好聽，我唔知個有嚇，我再看好唔好？喂，這個有啊。阿德等住伊 edit 咧，伊想我超聲，後尾就伊本來嘅，哎呀無啊，我唔知係倒落去啊。伊是本來福建嘅唱一聲嚇，แล้ว接不起是我超聲，唔知點知阿德是阿德做嘅是做唔知未記啊。我每看啦，即係人，我本來福建嘅 ringtone 咧，同佢。有陣時去做你 voicemail，本來下次又唔加留啊，佢唔加留 message 下時，成個做鬼嘅可能。誒，係咪住講 ban 住 ban 住係咪？到底 Ustream 攞問講技術嚇，對你白冇影啊？問佢做你見哪時話咩話 ban 都 ban 我冇，伊他媽伊個 website 有 problem，家己 ban 伊。哦 ，website 有 problem 咪是話唔是人 ban 咯？啊，住咧唔是，聽到。people website problem okay and then okay 小我落拍字啊就字 okay 今次啊各位聽就笑聽下你咪做第二隻播啊就是啊咪講我聽咪個啊誒等陣這個禮拜等我再話落去頭髮是唔是這個禮拜是這個節嘅 show 啦是 actually 是8個月不10個月8號嘛แล้ว10個月8號是拄好是啊寒露啊寒露啊！那是你禮拜呢是啊，這個叫王爺啊，叫王爺是拜幾？叫王爺是拜7啊，不拜7，拜3呀，17號呀。冇，即係是9個7 11號起9加19號斜9，10個19號斜9。是咩？哦，對。
诶。然後頭先教佢斜哦，所以9月9號是 actually 是10月19號擺過啦。你知你知啦。所以好，這裡禮拜是你攏就通聽到這裡擺過嘅不，即係叫王爺告訴我，當時往是19號，不唔是，當19號是，但邊時聽到叫王爺告訴我是，喺禮拜過時就是叫王爺喺嚟 episode 啦嚇。各位聽眾，感謝咱收聽 ，and then 我個要歡迎，唔是歡迎，要歡呼。有人講就是有興趣到底邊啲學見到底美國邊啲學見會聽眾，那些咱冇興趣，咪做 gathering 嚟講呢？我係寄 email 嘅話，我講到有興趣喎，你揾個 organize 叫佢一間，你是導遊啊嘛？班長貴是導遊啊嘛？導遊就是講你旅行團嘅導遊啦，唔是招親啊。伊個是教我跟妹妹看嚇，特別比較免講啦 organize 特別比較就應啊，你個佢你俾你接 sale 不幾多咧是啊，成間你 Asia 特別 America 啊，你是啊，俾你辦幾多時就去，我講上學要去大陸啦，特別有件事要去教會，你就睇接邊兩個 food 嚟啦，啊你去 New York 還是 Chicago 還是去 San Francisco，要爽咯，明年2008年，唔是1998年，2008年是啷個去？因為今時我啷個特別嘅邊，啷個特別嘅邊就是啊，大媽拍掉，唔係不卡拍掉頒獎季咯，แล้ว個老椒海南雞飯咯，แล้ว個有阿玲咯，แล้ว個有摩多玲，唔是老椒啦，แล้ว個有我啷個新椒炒南把那個破坑嘅，這就是大陸，大陸聽，你都驚聽啊？冇驚啊？唔是驚啊，聽啊，會你聽啦，我第一有驚咧講，我驚啊！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那個很屌嘅聽眾是我未記 report，sorry 我未記 report，我講有幾個人嚟報啦，有幾個人23人睇嚟報，就 record 一個自己 outgoing message 用自己聲4個人呢。19個人無留意佢嘅 voice message， 特別一半啦，但係一半人有 check 伊 voice， 有留 voice message。哎呀，唔知就要 check 嗬。Anyway， 不要緊啊，無點事啊，我要接去落拔出咧是各位聽眾感謝攞嚟收聽，下禮拜隔嚟再見佢啦，都嚟聽叫王爺嘅歌數，拜拜。拜拜。拜。